顛覆認知，繡球花剪徑嘅謬誤 Top One。平時大家買完一支好 fit 狀態嘅繡球呢，你會係點剪徑㗎？今次就同大家做咗一個顛覆認知嘅實驗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啦。平剪花腳、45度角大熱嘅斜剪花腳，同埋傳說級嘅十字剪花腳，究竟邊個可以 keep 得最耐，靚到最後呢？今次嘅實驗就揾咗同一批嘅繡球，3種唔同嘅剪徑方法，喺極高嘅水位進行一個死亡挑戰。Day 1， 3支繡球嘅狀態都係滿分㗎。十字剪嘅繡球俾外界睇好啦，因為佢嘅吸水效率係大大提升咗。去到第4日，顛覆性嘅結果，平剪嘅繡球花瓣都係100% 挺立喎。斜剪嘅話就有少少開始發軟啦啲花瓣，而十字剪繡球就竟然係瀕死狀態啊，水位暴跌，啲花瓣都掉晒啦。我哋再望埋水位先，平剪繡球水位其實變化唔大㗎，但係十字剪嘅繡球水位就低咗好多喎。咁知唔知點解平剪反而會贏晒呢？原來呢個顛覆常識嘅結論就係切口越大其實唔代表吸水越好㗎，因為懶人喺唔加水嘅情況下，十字剪腳反而加速咗脫水，水壓就變得越嚟越少啦。而平剪嘅密合切口反而延緩咗細菌入侵，穩定咗佢嘅供水。咁平時你哋係點剪徑㗎？留言話俾我知啦。